中小企老闆仲頭痕緊點樣解決大量嘅客戶查詢同埋諮詢。我哋 AsiaBC 自從用咗 Wati， 客戶轉發嘅時間縮短咗85%，而客戶嘅參與度亦都上升咗36%。原來提升業務效率真係可以咁簡單。大家好，我係 AsiaBC 嘅 Raymond Wong。AsiaBC 成立於2009年，致力於為全球嘅創業者提供一站式嘅企業服務，包括香港及離岸嘅公司註冊、銀行開戶同埋跨國嘅稅務策劃。我哋已經協助超過6000名嘅客戶擴展亞洲市場。喺未用 Wati 嘅 WhatsApp Business 方案之前，我哋都係靠人手逐個處理客戶查詢，低效率而且高人力嘅成本，仲好容易會流失咗潛在嘅客戶。但係自從用咗 Wati 咧，我哋借助 Chatbot 嘅自動處理每日大量嘅查詢啦 ，Keyword Action 快速咁樣將客戶分類，加上 Broadcasting 嘅功能跟進客戶咧，大幅提升咗效率同埋成功率。Wati 集中咁幫我哋管理 WhatsApp 嘅查詢，仲自動化咗好多嘅流程，成個系統即刻變得有條理。Wati 會不斷咁樣提供最新嘅功能同埋解決方案去迎合市場嘅發展同埋動向，加上專業嘅團隊全方面去支援，令到我哋好放心咁樣同 Wati 長期合作。我哋 AsiaBC 一直致力於幫助客人解決商業嘅挑戰，而 Wati 係提供業務效率嘅方面係我哋強大嘅後盾。如果你對企業服務有興趣，歡迎聯絡我哋 AsiaBC。如果你係想用 Wati Business 嘅平台，我哋絕對推薦 Wati。